要不要？我来一样的，过去买一种东西。外家还外家那还加到这块钱，这工作半年工钱都收过了，不得家，我多给出的，我不给要。好像那那这个人有啥？这个人好古典的嘛，古典了呢，搞古典的呢。你看这，我们学 TV 啊，你来啊，你这是不来。我上学 TV 去报的。学对了，去包里了。下楼去了，人家在这做东西，还叫拉人去，他们要，我好上去去喷，直接到，我上去去喷，喂，打到了。比少包里要不要？一有那个要白肉的呀，一有个要白肉的，今天这。这个比这个都开。这个呢，蛮难，有些地方啊，这地方能挖看。对呀，说不对。我说跑，喂，说跑。大这个比这个都开也就给了。这干嘛了？你这家伙，跟我白驴去报名他，那是认真了，白嘛那也做用的。对不对？过去啊，也留作业，以前把报告到老早的。这头干落了，头那真落了。去肉去了呢，肉去了。这啊，有没有大啊？有家有没有大的嘛？那好做的。有都没有，有伢有本呢，有我大的老那样呢。那就8个年了，这个用钱嘛。哎，你到那些家里头，你们多哟。人家都多的呢。giờ thầu ấy có một vụ bỏ là từ tới lâu tới tiền mua tu xa mà mua cả tôm bá mua biển con rồi mua cả tôm sụp lá có tôi chỉ bỏ này mà cho liền được không? chỉ bỏ ra xin mà. 送骰子啊，对吧？白毛呢也猪肉呢也会加嘛。送骰子。干弄这些。我被毛都做的。不捡了。你怎么跟着？哦，你讲的都喝了都得老热老热。有。越做，这个越想没啥。天天都打的，过来，也几个来。